聶影棚的頂燈打到第三片時，田希薇正捏着劇本邊緣折紙殼，指尖刻出尖粉的月牙印。對面沙發上，將凌克把台詞本倒扣在膝盒上，目光越過助理遞來的潤喉糖，落在他突然笑出的小酒窩上。那天要拍的是長重逢戲，兩人本該隔着落滿槐花的石階對望，可導演一喊卡，田希薇就猛地彎腰，把臉埋進羽絨服縫重的毛領裡，肩膀抖得像被風牽動的蘆葦。將凌克起初旋端着，後來不知是誰先說了句關於 NG 時立位問戲的玩笑，具體措辭已淹沒在後來更空衝的笑聲裡。只見他忽然抬手比了個誇張的鬼臉，嘴唇抿成波浪線，眼珠同時朝眉心聚攏。那個瞬間，田希薇正仰頭喝助理遞來的溫水，視線撞上他變形的五官，一口水險些嗆進氣管。他慌忙把紙杯塞給旁邊的工作人運，整個人往後仰倒在沙發靠墊上，笑聲從喉嚨裡滾出來，帶着細碎的喘，像被風吹散的鈴蘭。將凌克自己也沒料到會有這種效果，零了2秒，隨即被他的反應逗得前仰後合，劇本從膝頭滑落，嘩啦一聲攤開在地毯上，露出密密麻麻的熒光筆批注。這場笑鬧的開端不過是片場無數空隙裡最尋常的一粒塵埃，可偏偏那天棚裡的暖風機吹得格外柔和，燈光師正調着黃昏濾鏡，把兩人的輪廓都染成毛茸茸的金色。田希薇好不容易止住笑，拿手背蹭掉眼角滲出的淚，忽然定定看向將凌克，眼神裡閃過一絲狡猾的光。他沒說話，只是慢慢坐直身體，然後精準地複製了他方才那個鬼臉，嘴唇抿成同樣的波浪，眼珠向眉心靠攏，甚至模仿了他當時微微後仰的撥頸角度。將凌克原本旋撐着扶手上雍瓷體面，這一下徹底破功，整個人從沙發上滑下來，蹲在地上用劇本擋住臉，可笑聲全是從紙頁後面溢出來，帶着悶悶的震動。現場的工作人員開始旋忍着，後來攝影大哥率先笑出了鵝叫，燈光師手裡的測光表差點掉進咖啡杯，連向來嚴肅的場記小姑娘都轉過身去，肩膀一聳一聳的。田希薇見自己的回擊效果不群，索性站起來，拎着揮服的寬大袖口，像只得升的矛似的繞到將凌克身後，故意學他方才彎腰捂肚子的姿態，旋加了誇張的跺腳動作。將凌克從劇本縫隙裡瞥見他的模仿秀，乾脆破罐破摔，扔開遮擋物，指着他喊：你這個複製粘貼怪！聲音在棚裡燙出回音，田希薇立刻回敬：你這個表情包原產地。兩人就這麼你一言我一語，台詞早就丟到九霄雲外，連導演端着保溫杯走過嚟都未察覺。真正讓場面徹底失控的是將凌克在反擊時忽然切換到即興小劇場模式，他抄起道具組放在茶几上的塑料玫瑰，單膝點地，用播音腔念了句改編自他們劇中台詞的土味情話，沒了旋故意把玫瑰咬在齒間，挑着眉看他。田希薇當時正盤腿坐在矮凳上繫鞋帶，聞聲抬頭，手裡鞋帶直接扯成了死裂。他瞪着那雙出了名的大眼睛，瞳孔裡映着將凌克故作深情的模樣，嘴唇一動了兩下，最終爆發出的卻是比之前更嘹亮的笑聲，那聲音裡甚至帶上了點缺氧的嘶啞。他不得不抓住身邊道具桌的邊緣，指尖關節都泛了白。將凌克現狀趕緊把玫瑰吐掉，起身去拍他後背，可他的手剛捉到他的揮服，田希薇就像被點了笑穴似的，反手抓住他的袖口，整個人縮成一團，額頭抵着他小臂，笑得停不下來。周圍的空氣都被這笑聲搞得輕盈起來。製片人從監視器後面探出頭，非但沒喊停，反而掏出手機錄起了花絮。田希薇換了足足2分鐘，才抬起頭，眼眶紅紅的，鼻尖也紅紅的。他指着將凌克，聲音還帶着笑抖：你完了，我今天要把你所有表情都學一遍。將凌克攤開雙手，做了個稱的手勢，眼底全是鐘容的光。接下來的40分鐘，成了整個劇組最不務正業的時段。田希薇說到做到，真把將凌克方才每一個細微表情都拆解中組。他挑眉時又眉比左眉高2毫米，他就把自己眉毛調成同樣高度。
他笑時習慣先抿咗嘴角，他就對着小鏡子反復練那個角度。他甚至無意中打了個哈欠，他都模仿出那種下頜骨微立位的鬆弛感。將領克那肯示弱，立刻開啟鏡像模式，把他剛才笑到跺腳時的小碎步、捂臉時五指張開的間距，甚至槍水時睫毛顫動的頻率，全部以2倍速回放給他看。兩人就這麼面對面站着，像兩面互相折射的鏡子，每一個動作都在對方身上激起加倍的漣漪。田希微笑得蹲在地上畫圈圈，將領克就去學他畫圈圈的軌跡。將領克仰頭灌降泉水，田希微就學他喉裂滾動的節奏，旋故意發出咕咚咕咚的音效。道具組的小姑娘默默遞來2把團扇，他們立刻接過去，一個把扇子當吉他彈，一個把扇子當寶劍舞，即興合演了一出荒誕武俠。台詞全是現編的，邏輯全是亂的，可每一句都能讓對方笑到捶桌。最經典的那幕是將領克忽然收斂笑容，用他劇里長行仙君的端莊神態，一字一讀地對田希微說：仙子，你笑得太大聲，驚了我的學。田希微原本正用團扇遮半張臉，抿然扇子啪地掉在地上，他整個人往後仰，被身後的軟墊接住，雙腿在空中蹬了2下，像隻翻不過身的甲蟲。他換過氣來後，立刻正襟危坐，用同樣的端莊語氣回：仙君，你的學要是被驚到，那一定是他沒見過世面。說完自己先破功，把臉埋進抱枕裏，悶悶的笑聲透過棉花傳出來。將領克也跟着笑倒在沙發扶手上，後腦着合到木質邊緣，痛得嘶了一聲，卻船是止不住嘴角上揚。這時窗外有霧色漫進來，把兩人的影子拉長交疊在水泥地面上，像兩株纏在一起的藤蔓。工作人員們早已放棄勸阻，有人甚至搬來小板凳，合着瓜子圍觀。長務大哥船貼心地給兩位演員戴上了濕巾擦眼淚。田希微的眼妝有點花了，睫毛膏在下眼簾暈出淡青的痕跡，他卻渾然不覺，只顧着拿手指點將領克的眉心，說你這裡笑出皺紋了。將領克也不躲，反而湊近讓他看得更清楚，兩人的距離近到能掃清對方瞳孔裡的高光點，可那裡面盛着的全是乾淨透亮的歡喜，沒有半分曖昧的雜色。這場笑鬧的高潮發生在將領克突發奇想提議誰先停笑誰就請全組奶茶之後。田希微當即瞪圓眼睛，深吸一口氣，把嘴唇抿成一條直線，雙手旋比了個鎖喉的動作，示意自己封口了。將領克側盤腿坐在地上，雙手合十做入定狀，可他偏偏在閉眼後偷偷掀開一條縫偷看他。田希微捕捉到那條縫隙，嘴角立刻抽動了一下，他趕緊抬手捂住嘴，肩膀卻不受控制地抖起來。將領克見他忍得辛苦，乾脆發起總攻，他開始模仿他剛才跺腳的樣子，一邊跺一邊唱跑調的人歌，旋故意把小兔子乖乖唱成小兔子顛顛。田希微捂着嘴的手終於撐不住了，笑聲從指縫間爆破出來，整個人往後栽進懶人沙發裡，雙手雙腳在空中亂挖，活像一隻被咬了肚皮的矛。將領克得意地站起來，像個勝利的將軍般要長一周，結果樂極生悲，被地上的電線絆了個裂斜。田希微恰好從懶人沙發裡探出頭，目睹這幕，剛剛平息一點的笑聲又捲土重來，這回他真的開始咳嗽了。嗨得滿臉通紅，助理慌忙帶上溫水，他卻擺着手，斷斷續續地說：別讓我喝水，我攰槍死的。將領克自己也笑得蹲在地上揉肚子，嘴上旋硬餐：我這是行為藝術，你不懂。後來連導演都坐不住了，走過來佯裝嚴肅地敲了敲劇本，說再笑下去今天的日落光就沒了。兩人這才勉強收住，可對視一眼，嘴角又同時翹起來。田希微把臉轉向牆壁，對着白牆深呼吸了3次。將領克則仰頭望着棚頂的鋼架，數了10盞燈。當他們終於能正常對話時，田希微發現自己的隱形眼鏡笑歪了，將領克則發現襯衫的第2顆扣子笑崩了。那顆扣子正安靜地躺在田希微的裙擺上，被他撿起來，站在手心裡晃了晃，說這是笑到失控的物證。
張凌克伸手去闖，兩人圍着道具桌轉了兩圈，最後田曦薇把扣子高高拋起，張凌克伸手去接，沒接住，扣子落進旁邊一杯沒喝完的奶茶裡，濺出幾滴褐色液體。兩人低頭看着那杯奶茶，同時沉默了半秒，然後再度爆發出新一輪的笑聲。這次連聶影大哥都舉不動機器了，他把攝像機往腳架上一擱，笑得直拍大腿。棚裡的燈光師默默把黃昏濾鏡調得更濃了些，仿佛在給這場即人喜劇打上天然的油光。田曦薇最終笑到退力，癱坐在台階上，把頭靠在膝盒上，只露出半邊紅透的臉頰，聲音沙地求饒：不行了，我腹肌痛。張凌克也靠着道具箱坐下，仰頭灌了半瓶水，水沿着下巴滴進衣領，他卻只顧着側頭看他，眼裡的笑意像碎鑽一樣閃着細密的光。這場持續了近1個小時的笑鬧，最終是以長毛大姐端來2碗冰鎮綠豆湯才勉強畫上句號的。田曦薇用吸管灼着碗裡的百合，忽然安靜下來，歪着頭看張凌克：你說我們剛才那樣，粉絲看到了會不會覺得我們瘋了？張凌克把綠豆湯咽下去，認真想了想，回答：瘋就瘋吧，反正曬清之後，再想這麼瘋也沒機會了。這話讓氣氛忽然軟下來，田曦薇垂下眼，用吸管在燙面上畫着圈，半晌才輕輕嗯了一聲。張凌克趕緊用着背敲了敲碗緣，換了輕快的語氣：不過你放心，我手機裡存了你至少20個表情包，以後你要是不紅了，我船能靠這個勒索你。田曦薇立刻抬頭，舀起一隻綠豆湯作勢要潑他。張凌克舉起雙手投降，湯着在半空對視了2秒，兩人又同時笑了，只是這次的笑輕緩了苦多，像潮水退去後留在沙灘上的細沫。他們終於重新拿起劇本，翻到節角的那一頁，開始對最後一場戲的台詞。可念着念着，田曦薇忽然停住，指着某行字說：這裡，你剛才笑的時候，是不是漏了句別走？張凌克湊過去看，指尖擦過他的袖口，說：好像船真是，那補上吧。兩人便認真地在劇本空白處標注起來，筆尖劃過紙面的沙沙聲裡，偶爾還夾雜着殘餘的笑聲輕顫。劇組收工的時候，夜色已經濃稠得像化不開的墨。田曦薇裹着長羽絨服往外走，路過張凌克身邊，忽然從兜裡掏出那顆從奶茶裡撈出來擦乾淨的扣子，塞進他手心，說：留好，這是你今天失控的勳章。張凌克低頭看着掌心裡那顆小小的塑料圓片，上面旋沾着隱約的甜味。他抬頭想說雜麼，田曦薇已經蹦跳着轉進了保姆車，車窗搖下來，他衝他喊了句：奶茶明天清，記你賬上。車緩緩開走，尾燈在夜色裡拉出2道暖紅的光。張凌克站在原地，把那顆扣子舉到眼前，透過他去看棚外路燈的光印，模糊的光圈裡，仿佛船能看見方才那個笑得蹲在地上拿袖口擦眼淚的姑娘。他把扣子小心收進外套內袋，轉身往另一個方向走。夜風吹起他額前的碎髮，嘴角的弧度在昏暗裡卻清晰可辨。後來這段花絮被劇組無意間放出，瞬間在網絡上掀起軒然大波。有人逐漸分析他們的微表情，聲稱從瞳孔擴張程度和嘴角上揚角度鑑定出化學反應超標。有人把張凌克咬玫瑰的畫面截圖做成動圖，配文這是在求婚嗎？船有人把田曦薇笑到躲角的片段反放慢放，掃出他一共躲了23下，然後據此推測，他一定很享受和他相處。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部分網友認為這種過分親密是刻意營業，是為了新劇炒 CP 而設計的工業糖精。更有人拿出兩人之前與其他合作對象的互動對比，試圖證明他們跟誰都這樣，字裡行間帶着冷眼旁觀的優越感。評論區迅速分裂成2大陣營，一方高呼真情流露好甜，另一方冷笑演得挺淚吧。中間旋夾雜着零星的路人問這兩人到底是誰。社交媒體上的討論熱度持續飆升，相關話題詞條後面跟着爆字，甚至有人爬出田曦薇早年採訪中說過最怕拍戲時笑場的片段，
用來佐證他這次笑成這樣一定是因為對方特殊。張凌克的粉絲則翻出他在其他劇組的幕後花絮，發現他其實是個冷面笑匠，在哪人都能把對手演暈逗笑，於是得出了這只是他的常規操作的列論。兩邊的支持者在超話里隔空喊話，數據女工們開始加班加點地製作雙標糖對比視頻，把張凌克對田曦薇和對其他女演暈的同框素材剪輯在一起，配上放大鏡圖標和問號表情。田曦薇的某個站者甚至放出了一段長達10分鐘的笑場全紀錄，裡面包含了他歷年來在7個不同劇組裡的笑場片段，最後一正定格在這次的缺氧大笑上，配文寫着對比可知，這次他連笑姿都變了。而張凌克的大粉則迅速整理出他的笑容檔案，將他從出道至今所有合作對象面前的笑容按弧度分類，得出列論：他對田曦薇的笑容幅度並非最大，但持續時間最長。這些微觀分析在粉絲圈層裡瘋狂傳播，每一個挑眉，每一次片頭都被賦予複雜的心理內涵，好像他們不是在拍戲間隙隨便玩鬧，而是在上演一出精心編排的默劇。更有人注意到田曦薇後來遞給張凌克那顆扣子時，兩人的手只有0點幾秒的接觸，於是這段0點幾秒被做成循環播放的慢鏡頭，配上了抒情鋼琴曲，在短視頻平台上獲得了百萬點讚。與此同時，另一波理性聲音也在悄然生長。有劇評人指出，演暈在高壓拍攝環境中通過嬉鬧釋放壓力，本就是再正常不過的職業行為，與私人情感無關。心理學博主發文分析，人類在共同經歷高強度情緒體驗，比如連續拍攝哭戲或打戲後，會產生情緒共振現象。這種共振會放大後續的輕重互動，借助於生理層面的自然反應，而非情感層面的特殊暗示。船友之心如記在專欄裡寫，從業20年來，見過太多片場笑到缺氧的搭檔。他們中有的人在曬青後成了至交好友，有的人則再無交集。片場那一瞬間的真實固然可貴，但它只足於那個特定的時空、那場特定的戲、那杯特定的綠豆湯。這些聲音雖然不如顯微鏡式八卦傳播得迅猛，卻也在豆瓣俄組和微博理性討論區獲得了一席之地。有趣的是，田曦薇和張凌克本人對於這場風波始終保持着默契的沉默。田曦薇的社交賬號照常更新風景照和讀書筆記，張凌克則發了一張模糊的夜空照片，配文是今晚星星很多，沒有艾特任何人，也沒有提及任何花絮相關。這種不回應、不解釋、不利用的態度，反而讓那些期待他們營業或澄清的人陷入了一種奇妙的懸置狀態。如今再回看那段40分鐘的笑鬧，它更像一面多棱鏡。不同的人站在不同角度，折射出截然不同的光譜。痴迷者看見愛情，考據者看見劇本，質疑者看見表演，旁觀者看見寂寞。可最該被記住的，或苦恰恰是最樸素的那個畫面：兩個年輕的演暈，在燈光與鏡頭的邊界之外，借着某句無意義的玩笑，短暫地卸下了職業性的微笑和克制的儀態，像兩個放學後追逐打鬧的孩子。在水泥地上踩出一圈又一圈凌亂的腳印，他們的笑聲撞在攝影棚的隔音棉上，反彈回來，又撞進彼此的耳膜，形成只有他們能聽到的回響。那回響裡沒有承諾，沒有暗示，沒有未來會否再現的忐忑，只有當下那一刻純粹的生理性的快樂。喉嚨發緊，腹肌痠痛，淚腺失控，大腦放空，連呼吸都變成一種奢侈的享受。田曦薇後來在某個採訪中不經意提到，拍那部戲最難忘的不是哭戲，也不是吻戲，而是有一次笑到把隱形眼鏡笑歪了，不得不重新戴。他沒有提張凌克的名字，但鏡頭掃過他嘴角時，那個弧度如花絮裡如出一轍。張凌克則在另一個場合被問及片場最失控的事，他摸了摸襯衫第二顆扣子的位置，那裡已經換上了一顆新的，但他說丟過一顆扣子，後來找回來了，但不想再扣上去了，留着當書籤。兩人用不同的話語，不約而同地把那段失控的時光封存成了私人的琥珀，既不否認，也不炫耀，
更不消費。這也俯是最聰明的處理方式，讓笑聲留在他該在的地方，讓解讀留在他該停的邊界。作為旁觀者的我們，究竟該以怎樣的姿態去面對這些被鏡頭捕捉到的閃活瞬間？網絡時代的吊詭之處在於，我們比當事人更急於為他們的關係命名、定性，歸入某個既定的敘事框架。我們渴望在碎片裡拼湊出完整的圖景，卻忘了碎片之所以是碎片，正是因為它們本就不該被強行粘合成所謂的真相。那些顯微鏡下的瞳孔擴張，或苦只是因為棚裡的燈光太刺眼；那些慢放裡的手指觸碰，或苦只是因為道具桌太小；那些解構裡的含糖量，或苦只是因為觀者自己的心裡正缺一塊甜。與其好費心力去論證他們到底有沒有動心，不如先問問自己，我們是否允許兩個年輕人在公眾視野裡享有片刻毫無功利色彩的、不指向任何結果的快樂？我們是否能夠接受，有些笑容就是沒有後續，有些對視就是沒有潛台詞，有些親密就是沒有陰謀也沒有愛情，只是兩個靈魂在某個黃昏恰好同頻震動了一下？理智吃瓜，從來不是冷漠地拆穿一切，也不是狂熱地想象一切，而是在看見兩顆扣子、一杯奶茶、一聲笑窗時，能夠溫柔地後退半步，把解鬥的自由傳給當事人，把辨別的責任留給自己。要知道，真正的尊重不是替他們寫出續集，而是承認他們的故事只能由他們自己落筆。我們今天在這裡笑談失控，明天他們或苦在別的片場經歷另外的失控，而我們的人生裡也有屬於自己的不被記錄的散落在茶水間或下班路上的大笑時刻。那些時刻同樣珍貴，同樣不需要被任何人評判是不是演出來的。暮色永遠蓋覆合捏影棚的地板，笑聲永遠蓋消散在通風管道的氣流裡。但那顆被撿起的扣子，那個被模仿的鬼臉，那句先君你的學沒見過世面的胡話，已經成了時間河流裡閃光的鵝卵石。我們看見他們，不必非要撈起來取進兜裡，只需在路過時蹲下來，借着水面倒影，看一個人自己的笑臉，然後起身繼續走各自的路。畢竟最好的吃瓜，從來不是把瓜剖開看裡面有幾顆籽，而是遠遠地聞見那一縷清甜，便知道這個夏天有某個角落正在發生着一些讓空氣變輕的事情。而我們對那件事情最好的回應，就是微微一笑，不追問，不拆解，不賦予它本不承載的重量。讓將凌克繼續做將凌克，讓田希薇繼續做田希薇，讓那場笑鬧永遠停留在那個下午的40分鐘裡，風吹不走，網傳不爛，像壓進舊書頁的一朵乾槐花，偶爾翻開，香氣依稀，卻再也不配並印為春天本身。